大家好，我是 Lisa， 欢迎回到 Lisa 的听歌学台语系列。今天我们要来学的是夕阳武士的好久不见。那关于夕阳武士这个团体呢，我想应该还是有很多人不知道吧，所以我今天在这边帮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夕阳武士这个团体。夕阳武士呢是来自台湾高雄，跟我一样，他们成立于2013年的夏季，由主唱黄胜峰、吉他手王立德、贝斯手高泽轩及鼓手王仁贤所组成的。他们的音乐类型呢为全台语创作，歌词融合流行摇滚、流行朋克及日谣元素。而团名之所以会取名为夕阳武士呢，是为了向电影《齐天大圣西游记》致敬。那他们的创作宗旨呢，是秉持着传统的血脉与精神，用最美的语言台语呈现最在地的声音，唱出属于台湾人的语言与故事，唱出属于夕阳武士的摇滚风情。以上信息来自夕阳武士的 Facebook 粉丝团，有兴趣想要了解更多的朋友们呢，可以上去看一下哦。好，那我们进入正题，来看歌词吧。娃娃 TV 最近好无？见面的头一句话，离开的迄一日，算算的也已经10几冬，真久无看，春风秋雨拢是思念。这款的心情你拢唔知影。最近好无是最近好吗？你遇到或者是见到一阵子不见的亲朋好友的时候，你就可以说最近好无，这是一种寒暄打招呼的方式。那在台语里面还有很多不同有意思寒暄打招呼的方式，像很多老一辈的人就会说假爸喂，意思呢其实就跟你好吗是一样的啦。以前的人生活很艰辛，所以他们认为有得吃就是福，所以从而衍生出假爸喂这种问候语。那其他还有像是你还没死哦，你还没死哦，这种比较粗俗的问候语。这种比较多是男生跟男生在说的，而且前提是你跟那个人很熟很好，麻吉麻吉的才可以用哦，不然小心被扁。好，那见面的头一句话是见面的第一句话。头呢，除了有头的意思之外呢，还有第一的意思，像是头一个第一个。今仔日我是头一个到学校的，今天我是第一个到学校的。离开的迄一日，算算的也已经10几冬。离开的那一天，算一算也已经几十年了。离开呢是离开的意思，我离开故乡来到美国，我离开故乡来到美国。好，那算算的呢是算一算的意思，比较常用在数东西的时候，像是小明啊，咱班今日有几个人？我算算的，1、2、3、4、5。报告老师，咱班今日有5个人，其他35个人唔知影走去倒去啊。又或者是去买东西的时候，头家，这甲这安怎卖？我算算的，算你5块就好。这俗哦。好，那10几冬呢是10几年的意思，冬呢是年的另外一种说法。台湾以前呢是以农立国，而冬天呢是一年的最后一个季节，所以以前的人呢想说冬天一过呢就是新的一年了，所以就把冬比作年。好，那接下来的真久无看，春风秋雨拢是思念，是好久不见，春风秋雨都是思念。真久无看，它直接翻译是好久没有看到。那在这里呢是好久不见的意思。你看，好久没有看到你了，当然就是好久不见的意思啦。那这句真久无看呢，常常可以在菜市场或者是夜市听到。如果你是一家店的熟客，而你有一阵子没有去了，老板在看到你的时候呢，一般都会说真久没看那还有另外一种比较常见的，就是回到爷爷奶奶家的时候呢，爷爷奶奶看到你的时候呢，很多都会说真久没看，更大汉啊哦。好，那这款的心情你都不知道，是这一种心情你都不知道。心情呢，在一般口语的台语呢是念成心情，而这首歌的歌词念的心情呢是台语的文言读音。一般日常生活呢，没有人在说心情，都是说心情的。心情呢比较常在一些歌曲里面听到，像是江蕙跟施文彬合唱的《雄心酒店》里面就有。啉酒的人无心情。好，那这4句歌词把它完整翻译成中文的话是：最近好吗？见面的第一句话。离开的那一天，算一算也已经几十年了。好久不见，春风秋雨都是思念。这种心情你都不知道。过去的日子虽然无你的关心，
坚强的想法自离开时就一直伴身边，因为我亲像你温柔的个性，世间的无情早就放袂记。过去的日子虽然没你的关心，是过去的日子虽然没有你的关心。过去呢是过去的意思，那这个过去呢有2种念法。第一种呢是过去，这个是用来表示以往从前的，像是我过去嘛有这件衫，我过去也有这件衣服。那另一种呢是过去，这一种呢是表示时限已经过了，像是时间已经过去啊，时间已经过去了，或者是代志已经过去啊，事情已经过去了。那我现在马上过去的过去呢，也是说过去，而不是过去哦。我今晚马上过去就很奇怪，应该是我今晚马上过去才对哦。那过去跟过去大家分清楚了吗？好，那坚强的想法自离开时就一直伴身边，是坚强的想法自离开时就一直伴身边。伴呢是伴随陪伴的意思，例如这件衫已经陪伴我10几冬啊，这件衣服已经陪伴了我10几年了。那伴呢，除了有伴随陪伴之外，还有同伴的意思，像是姊妹仔伴、姐妹淘、囡仔伴、小朋友玩伴。说小朋友玩伴好像不是太准确啦，但我好像也没有办法准确的解释清楚。那我来举个例子，大家应该就会知道了。例如，我如果现在是小朋友，我说我妹妹是我的囡仔伴，那就是说我妹妹是我的玩伴。那如果是现在长大成人的我说我妹妹是我的囡仔伴，那就是说我妹妹是我小时候的玩伴。囡仔呢是小孩的意思，所以囡仔伴呢只能用在形容小朋友的情况上。好，那下一句，因为我亲像你温柔的个性，是因为我像你温柔的个性。亲像呢是像、好像、好比的意思。例如，今仔日就亲像过年遐里热闹，今天就像过年那样热闹。又或者你哥哥常常抢你东西，你就可以对他说：没人亲像你遐阿爸，没有人像你那么霸道的。好，那世间的无情早就放袂记，是世间的无情早就遗忘了。那世间呢，其实是世界上的意思啦。例如，这世间没人比我了解你，这世界上没有人比我了解你。那放袂记呢，就是把它忘记的意思。放呢是放的意思，像是放开、放开、放手、放手。那袂记呢，就是忘记、遗忘的意思，像是我袂记去写功课啊，我忘记写作业了。那放袂记呢，就是把那个记忆放开、遗忘它，所以放袂记呢，就是把它遗忘的意思啦。那这4句歌词把它完整翻译成中文就是：过去的日子虽然没有你的关心，坚强的想法自离开时就一直伴身边，因为我就像你温柔的个性，世间的无情早就遗忘了。最近好无？想要对你讲的话，每一年的生日，看到你是我的愿望。真久无看，你敢是也甲我相像？希望你会当讲给我知影。最近好无？想要对你讲的话，是最近好吗？想要对你说的话。想要呢是想要的意思。我想要吃饭，我想要吃饭。我没想要读册，我不想要读书。好，那讲呢是讲的意思，恭维讲话。那贡这个字的读音呢，跟管字的台语读音是一样的，所以民间有这么一个双关语，应该也不算是双关语啦，就是谐音而已啦。那就是贡几个等等啦，贡就是那个管子啊，不是都一直长长的吗？就是那个。那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其实应该也没有什么意思啦，就是一句吐槽的话。当2个人在吵架的时候，有一方咄咄逼人的一直说你讲啊，你讲啊。或者是拢好你讲啊，你去讲啊，等等带讲的句子的时候，如果你不想理他，不想回答他的问题，你就可以天外飞来一句讲几个等等啦讲，这样让他把话吞回去，因为你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。而吵架就是这样嘛，一句来一句去的，你把这句话当成句点，对方可能就不知道要继续说什么，要怎么继续下去了。而且对方有时候可能还会笑场，这样你在气势上呢就赢他了。大家可以试试看哦。那像这种谐音的东西还有很多，像是你不耐烦的时候说出来的吼，也可以把它变好玩哦。像是我妈妈常常叫我去做什么的时候，我就会吼，然后我妈妈就会说吼你轻刷啦来啦吼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吼跟
虎的台语发音一样，都是后，而老虎一般在哪里呢？深山里面嘛，所以就是后的青山拿来啦。好，那下一句，每一年的生日看到你是我的愿望，意思是每一年的生日看到你是我的愿望。看到你呢是看到你的意思，我看到你啊，我看到你了；我看到伊啊，我看到他了；我看到你啊，我看到你们了。那如果有人偷藏东西或者是偷吃东西的话，你就可以说：哦，我看到啊，哦，我看到啊，你偷吃物件要跟老师讲一个等等啦讲。好，那愿望呢是愿望的意思。那其实关于愿望这个词呢，可以念成愿望，也可以念成愿望。虽然我在字典里面呢只有查到愿望这么一个读音，但在日常生活中呢，愿望跟愿望都是有人在说的哦。像是这首歌呢，他们唱的呢就是愿望，我的愿望跟我的愿望都是一样的，所以看你的心情想用哪个就用哪个吧，没有特定的规定说什么情况必须要用什么。好，那下一句，真久没看，你敢是也跟我相像？意思是呢，好久不见，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样？敢是呢是是非正反的疑问句，例如你敢是人？你是人吗？或者是这敢是对的？这是对的吗？好，那相像呢是相同一样的意思，例如这个笔跟这个笔是相像的，这支笔跟这支笔是一样的。又或者是我跟阮小妹生甲做相像的，我跟我妹妹长得很像。我跟阮爸的个性就相像的，我跟我爸的个性很像。好，那希望你会当讲给我知影，意思是呢，希望你可以讲给我听。知影呢是知道的意思，我知影，我知道。我知影你是谁，我知道你是谁。你敢不知影？你不知道吗？好，那这句歌词里面的讲给我知影，我把它翻译成讲给我听，是因为讲是讲嘛，那给我呢是给我。知影呢是知道，所以讲给我知道，顾名思义就是讲给我听啦。好，那这4句歌词呢，把它完整翻译成中文是：最近好吗？想要对你说的话。每一年的生日看到你是我的愿望。好久不见，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样？希望你可以讲给我听。好，那整首歌的最后一句，我也袂怨叹，袂来怨恨你。这句的意思呢，是我也不会抱怨，不会怨恨你。好，那以上就是夕阳武士的好久不见这首歌的歌词教学，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词语都学会了吗？那大家如果还有什么想学的台语歌呢，也都欢迎留言告诉我哦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如果你喜欢的话呢，不要忘记去帮我按赞加分享，还没订阅的朋友们呢，也不要忘记去帮我按下订阅，然后记得打开小铃铛哦。另外 Lisa 也有 Facebook 跟 Instagram， 有兴趣的朋友们呢，也可以去帮我 follow 按赞一下哦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啦，拜拜。